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鬥個全肢解》第一集。今日係我呢個頻道正式開啟嘅第一條正片，多謝每一位刷到停留睇到呢度嘅觀眾，無論你係香港、澳門、內地嘅朋友，今日呢一集我一次性同大家講清楚兩件事。第一，呢個頻道以後究竟講啲咩定位係咩，同其他八卦頻道有咩最大分別？第二，我哋由源頭開始，完整客觀用真實史料還原何獲新由零開始，建立5000億濠江帝國嘅完整傳奇，同時講透澳門100年做興衰，唔講網上亂傳嘅狗血劇，唔炒八卦，唔斷章取義，全部有根有據。首先，我要喺第一集開篇做一個最重要、永久直義用嘅官方聲明。好多人見我個頻道名叫刀哥全肢解，第一時間就會誤會，以為呢度係教導講贏錢技巧，分享場內秘訣。我今日鄭重講清楚，本頻道所有涉及刀場博彩、澳門娛樂產業嘅內容，只係歷史科普、產業分析、城市發展紀實，絕對唔鼓吹博彩，絕對唔教任何投注方式，絕對唔引導觀眾落場娛樂。博彩只係澳門100年經濟入面其中一項產業，我哋講佢係透過呢個行業睇時代變遷、政商博弈、城市興衰、資本運作，並唔係鼓勵任何人參與。無論任何年齡、任何地區嘅觀眾都必須理性看待博彩，切勿沉迷，切勿借錢娛樂，切勿將娛樂變成染。呢句說話每一集我都會守住，係我哋頻道最底最唔會變嘅原則。我再同大家講下我開呢個頻道嘅初衷。我一路以嚟中意收藏港澳舊報紙、舊新聞片段、官方檔案、上市文件、當年人物訪問記錄。但我發覺而家網上90%以上講帝王、講何家、講澳門故事嘅片，全部都係流量導向，淨係剪衝突、放大矛盾，編造內幕，將傳言當史實，將一個橫跨半世紀嘅商業傳奇硬生生拍成家庭狗血爭產劇。好多新朋友看門對何官新、對澳門、對濠江歷史嘅認知，全部係扭曲片面、不完整嘅。所以我先開呢個頻道，我唔做標題黨，唔炒矛盾，唔做罪，唔亂帶節奏。我每講一句說話都要對應史料，對應舊報，對應官方記錄。我嘅目的好簡單，還原真實港澳歷史，還原真實濠江豪門，還原被網絡八卦掩埋嘅時代真相。亦都趁第一集講清楚，我呢個頻道唔係淨係講帝王，唔係淨係講何家。好多人以為我以後日日都講四房爭產，講家族內幕，其實只係開篇大家最熟悉呢個題材。我成個頻道長遠分3大板塊，全面覆蓋港澳，深度內容以後輪流更新，題材非常多元。第一大板塊先係大家而家最中意嘅濠江豪門商戰系列，主力講何阿新一生傳奇，何家4房脈絡澳博、美高梅、新葡京背後嘅資本佈局、股權博弈，幾十年商業爭逐。同時我都會講其他澳門老牌富豪，包括盧九富、老容、高可寧呢幾代澳門道壇掌門人，梳理成100年濠江商界興衰史，唔會淨係死死咬住何家一個話題。第二大板塊係完全獨立脫離何家嘅澳門城市深度科普系列，專門講澳門城市變遷、百年賭業演化、各大賭場建築與風水真相、澳門經濟割可旅遊冷知識、舊街新貌、民生發展產業轉型。有好多片完全唔提得黃，淨係講澳門呢座城市嘅前世今生真實面貌，內地遊客唔知嘅隱藏細節。第三大板塊係更廣闊嘅港澳舊時紀實系列，專門講80、90、0年代香港、澳門舊民社會生態、老牌企業興衰、經典時代事件、當年民生舊街風貌消失嘅紅葉、舊時商界傳奇。
專門還原舊時港澳黃金年代嘅真實面貌，幫大家分清電視劇氣氛同真實歷史嘅分別。今日第一集，我哋重點由頭到尾講透何魯新如何白手起家，建立5001豪光帝國，帶大家正式入門成個澳門現代都業史。何魯新1921年出世，出身香港頂級名門何東家族，細個係不折不扣嘅富家子弟，接受頂級西式教育，讀書資質極高，記憶力超強，數字敏感度極高。如果唔係二戰打亂時局，佢好大可能一路順風順水，做一個安穩嘅名門後代。但戰火無情，二戰期間家族生意重創，家道急速滑落。10幾歲嘅何魯新被迫輟學，離開舒適嘅香港，隻身落澳門揾食。初到澳門嘅佢，完全唔係大家印象中嘅風光賭王。當年佢身冇大錢，冇人脈，冇地位，由最基層文員做起，日日返工，捱人情，捱壓力，捱陌生環境。正係呢段底層磨練，令佢練出超強嘅抗壓力、觀人能力、生意頭腦同危機處理心態。呢段少年落魄嘅經歷，係他日後能夠扛住無數商戰風浪嘅根基，亦都係網上大部分短片輕輕帶過最值得大家認真了解嘅部分。幾年之後，佢憑住個人天賦喺貿易航運行業慢慢跑出，積累第一桶金，建立初步人脈，開始踏入澳門商界核心圈子。而真正改變佢一生，亦都改變成個澳門命運嘅關鍵年份，就係1961年。當年澳門政府決定重新公開競投博彩專營權。當時澳門賭業長期由傅老榕、高可寧嘅泰興公司壟斷，幾十年獨家經營，勢力盤根錯節，江湖勢力、商界勢力牢牢把持。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覺得外來人根本冇可能搶得走呢個牌照，對手亦都多次施壓恐嚇擺局，希望逼退何魯新。但何魯新非常清醒，非常有格局。佢明白自己唔夠人老牌，唔夠人地頭勢力，所以佢唔同對手鬥人脈，唔鬥江湖手段，佢直接同澳門政府鬥貢獻、鬥承諾、鬥城市價值。佢聯合霍英東、聶德利、聶漢3位重量級大佬組團參投，提出一個當時冇人敢提出嘅方案。奪得牌照之後，將大部分博彩利潤投入澳門城市建設基建、民生慈善，徹底改造雜亂落後嘅舊賭場環境，將澳門由漁港小城打造成國際旅遊城市。呢個理念完全超越舊時走旺只顧自己賺錢嘅思維，亦都正中當時澳門政府發展城市嘅核心需求。最終何魯新團隊成功逆勢奪牌，拉開長達半世紀嘅何魯新豪光時代。之後幾十年，佢由博彩切入，一路擴張版圖，酒店、地產、旅遊、航運、百貨、投資多線並進，先後打造舊葡京、新葡京等澳門地標，一步步將澳門現代化、國際化，累積資產規模高達5000億港元，建立屬於自己亦屬於澳門嘅商業帝國。講到何家四房，我呢度都客觀中立，同大家講清楚，唔炒作，唔製造矛盾。大房黎婉華係佢年輕時嘅摯愛葡籍名門，年輕時二人風光無限，後來因身體家族事務慢慢淡出核心。二房藍瓊烈長期幫佢打理海外僑務，對場核心運營。子女係何家後期最重要嘅掌權力量，包括何超瓊、何超鳳。三房陳婉珍早年幫忙照顧大房，性格低調，子女偏向藝術、醫療領域。四房梁安琪90年代開始跟隨何魯新，作風強勢，擅長投資，手握大量地產同資產版圖。網上最中意炒嘅209養和醫院風波、股權爭議、探病風波，我哋以後會單集深度拆解。今日只講核心。當年風波並非單純爭產鬥爭，背後係集團股權架構、
資本博弈、家族接班、外界資本談判嘅多重壓力，只睇表面人情矛盾，永遠睇唔透真相。2020年，何履新離世，當年治喪靈堂化膏，政商名流眾言，四房子女分工守靈，多日公祭，祿動成個港澳社會。當年各大媒體報導角度各有不同，資訊雜亂，我哋後續都會用完整史料還原最真實、最乾淨、最客觀嘅治喪全過程，還原一代豪光霸主最後嘅落幕儀式。而何家後代嘅接班佈局，最核心就係何超瓊同美高梅。好多人以為佢只係豪門千金，但其實佢係真正接住何華新商業思維嘅接班人。面對2002年澳門開放牌外資大舉入局，市場由獨佔變成劇烈競爭，何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。何超瓊帶領美高梅上市，重組股權，優化國際品牌，打通海外資源，幫何家帝國成功適應新時代競爭。呢一段資本運作、商業轉型嘅過程，係整個澳門現代賭業史最重要嘅篇章之一。除咗商業成就，我亦都想喺第一集講一個好多短片唔願意提嘅重點。何故新一生極度熱愛國家，熱心公益，多年來不斷捐資，助力內地建設港澳慈善、教育、醫療，更耗費巨資收購大量流失海外嘅國寶文物，無償捐返國家。呢啲貢獻先係構成佢完整人生嘅重要部分，唔可以淨係用一個賭王標戀簡單概括。講返我哋頻道後續內容規劃，等大家徹底放心。以後我哋絕對唔會死磕何家八卦，豪門只係開篇入門題材。後續大量內容係澳門城市拆解、賭業百年演變、建築風水真相、旅遊避坑、舊港澳時代、紀實90年代社會大事、老牌企業興衰、時代人物傳奇。無論你中意深度商戰、城市歷史、舊時回憶、旅遊科普，都可以長期追呢個頻道。我都講下我嘅做片標準，同其他頻道徹底拉開差距。市面大部分同類片幾分鐘一條，東拼西預讀抄文案，遇到熱點將傳言當史實。我嘅片全部深度長篇，完整邏輯，前因後果講透，有史料來源，有舊報佐證，有時代背景。我唔會為咗流量製造矛盾，唔會為咗熱度扭曲歷史。我只做一件事，還原時代，還原人物，還原真相，亦都回應大家常問嘅問題。第一，內地觀眾睇唔睇得明？完全冇問題，全程粵語口播，簡繁雙字幕，用詞淺白，唔用冷門俚語，所有人都可以輕鬆看懂。第二，會唔會教博彩講贏錢技巧？永久唔會，只做產業歷史科普，絕不道道娛樂。第三，史料可唔可以查證？每一集我都會標示參考來源，歡迎大家核實，歡迎理性討論，歡迎指正細節錯漏。最後講下大家最簡單嘅支持方式。如果呢集內容你覺得用心真實有價值，麻煩點個讚，留個言，分享出去。記得訂閱頻道，打開小鈴鐺，因為我每一集都係深度長片，認真做功課，絕對值得大家追更。以後每周固定更新3大板塊輪流上線，不斷豐富大家對澳門、對港澳時代歷史嘅認知。由今日第一集開始，仲鬥過全肢解，正式起步。我哋唔做八卦流水號，我哋做港澳深度歷史紀實頻道。以後我哋一齊慢慢深挖豪光帝國嘅興與落，豪門人物嘅功與過，澳門城市嘅變與遷，舊時港澳嘅輝煌與落寞。今日呢一集我哋成功幫大家打底，理清頻道定位，講明製作態度，講透何故新，壯驗核心歷程，鋪開澳門百年對業大背景。下一條片我哋正式深入拆解何家4房起源，最初相識經過早期分工同隱藏勢力佈局，睇清楚呢個5000億家族。
究竟係點樣一步步組建成型？